全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前贤大德，大家晚安。今天由后学学习导读，在导读前，请各位前贤检查一下麦克风是否关闭，谢谢。恭诵太上清净经，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；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江盆流没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机，则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遣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，无无即无。湛然常寂，寂无所寂，欲其能生，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得，下德之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争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。即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即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知道悟者之德，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复诵太上清净经。道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没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机。
人人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好什么？夫人神好清，而心扰之；人心好静，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，而心自静；诚其心，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唯心未成，欲未浅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心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即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亦无，无即无，无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岂能生？欲既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所谓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所谓得道，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得，下德而之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辱，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。永失真道，真常之道，悟者是得。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七度领三地，拈花印证考三圣。若在中原三清地，大正四川往讨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浑圆古彻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使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好，宝事灵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
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金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，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车起照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阻恶挂甲兵，大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，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，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，吾皇敕令即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中，来往道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，婴儿傻女常执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，此念一遍神通大，此念2遍得超生，此念3遍神怕，望两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路径，念其真言归佛。南无天元在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太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将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赵长明，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南海古佛，南海古佛，济公活佛，济公活佛，月会菩萨，月会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至导，世所至导，圣时昭格采纳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铁专师，各位领人，各位请他的后续亲自
导读完毕，感谢大家的参与，感谢，祝大家晚安。谢谢玄奘前贤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们一起诵经回向。晚安。晚安，晚安，组长晚安，再见。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，晚安。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简经理晚安，何前贤晚安，王前贤晚安，洪领任晚安，副领任晚安，感恩父亲的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，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副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